學校咧，好多同學仔其實都係住喺屋邨嘅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覺得呢啲題目咧，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好貼地啊，同埋咧佢哋好能夠去攞到一啲嘅素材嚟到去表達佢哋自己所思所感。呢一個嘅活動啦，即係讓佢哋可以訪問佢哋嘅長輩啊，或者再上一輩嘅家長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讓啲同學仔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其實對方嘅諗法係啲乜嘢咧？佢哋嘅經歷係啲乜嘢？佢哋嘅價值觀或者佢哋諗法係啲乜嘢？都讓佢哋再反思一下自己平時嘅一啲嘅行動啊，或者佢哋嘅所思所感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活動對於同學仔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活動，因為佢哋可以有一個平台啦，去展現自己嘅創作啦，同時佢哋亦都可以有一個機會啦嚇，去同開展一個嘅對話。我有訪問過佢，佢細個嘅時候。究竟得唔咁好，就俾咗幅相我睇。幅相就係講我爸爸、爺爺、嫲嫲同埋佢細佬，即係我叔叔啦，就一齊4個住一間好細嘅板間房入邊，好難講其實。因為點解以前嗰啲人住咁細，但係而家嗰啲愛咁大？我覺得而家住係好幸福嘅，因為我而家有好大間屋啦，有爸爸媽媽啦，有食物啦。